落花滿天蔽月光。好好唱口咁噃，燦燦。梗係啦，嘟嘟，呢首《帝女花之香夭》，無論3歲定80都朗朗上口噶嘛。特別係公主同駙馬嘅情節呢，真係十分之動人啊！咁不如你今日就為大家分享一下帝女花嘅故事啦。又好啫。咁話說呢，喺明末年間，崇禎皇帝膝下有一位最寵愛嘅長女長平公主。崇禎屢次想為佢揀選夫婿，但都一一被公主所拒。直至長平公主遇上學識淵博、胸懷大志嘅周世顯，兩人情投意合，願意許諾終生。不幸嘅係，京城正值被闖軍圍困，朝廷上下人心惶惶，公主同周世顯嘅大婚亦隨之被打破。兵臨城下，難捨骨肉之情嘅崇禎帝喺意亂情金之下，刺死一眾皇室成員，亦揮劍傷及長平公主。如何故生我家？長平公主負傷之下逃出生天，輾轉藏身於尼姑庵中。自知無力回天嘅崇禎帝，亦於煤山自縊。駙馬、世顯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